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的太空教育馆呢，是来推出结合着 AI 科技，也有信仰文化的展览，带民众做伙来想象2049年的太空生活。甲要分享的文字甲图片，透过 QR code 连面就当显示出来，这是模拟未来太空站的科技艺术作品，边啊，阁有用数字代码来就实的艺术体验。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的太空教育馆，为9月12日开始，配合国科会的精创人文计划，来举办2049马祖世越太空站的展览。那这个造型的来源，其实是在1960年代的史丹佛大学。他们去设计，假设我们的人们可以到外太空去做生活的话，大概会是怎样的造型？这个展览本身做的是一个推测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想，一种推测性的这种想象，说未来30年之内，台湾人如果有个太空站，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国科会精创人文计划邀请7组艺术团队，透过 AI 的天文摄影、天气直播、感测活动等等的科技设备，希望在科技研究的创意当中，增加人文甲艺术的角度。它本身是从2049年为情境的背景，然后透过科技艺术、人文思维，让大家能够了解说，那如果未来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们今天的精创产业，它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？艺术家因的想法是归咱人的内心内底、心内底去出发，所以伊会互咱做些时间。咱这时间空间去想讲，这项代志真正是安尼吗？咱会使安怎做会较好？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，科技的发展是真侪人科学理性的成果，用2049年未来的背景结合传统宗教当中仰望国泰民安的精神，希望互看展览的民众，唔但了解台湾晶片发展的成果，嘛为这当中感受对未来的想象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